唔係同大家講笑，呢類門連子彈都可以防到。我講真嘅，呢類門嘅造價可以買到2部全新嘅 Model 3，真嘅。由意大利嘅品牌嘅裝甲門，防盜防火，一睇個開場就知道係億萬大宅啦。今日帶大家睇嘅係位於赤柱，名叫 One Stanley 前排海景獨立洋房，無遮擋壯麗嘅海景，仲有專屬嘅門牌添。私人花園呢啲咪極致嘅氣派咯，問你服未？係入到單位內部啦，呢度嘅實用面積咧4689尺，我已經身處喺客廳同埋飯廳位置。呢度嘅長度超過12米，樓底4.5米，可以做翻個大型嘅水晶吊燈。而飯廳嘅位置啊，哇！呢度可以擺到12至14人嘅圓台，一家大細招呼朋友，哇！喺度食九大簋。屋企有轉盤啊，大佬，呢啲咪就係豪宅咯。嗱，睇完客廳飯廳咧，我哋入埋個廚房睇一睇先。唔好意思，講漏咗。嗱，呢度咧就係嗰個防護門嘅入門口個玄關位。呢度係唔係擺鞋櫃嘅？擺古董，招呼朋友，俾你睇睇嗰啲幾廿萬嗰啲古董。嗱，呢度仲有電梯嘅，鞋係擺邊咧？鞋係擺喺地庫嘅。咁我哋真係入個廚房啦。廚房位置全部櫥櫃都用咗皇家御用嘅櫥櫃啊，仲有個中島有個備餐處啦。嗱，你哋右手邊有個10絲湖嘅雙門雪櫃，微波蒸焗爐嗰啲啦。嗱，呢度要值得留意啦。嗱，有冇睇過嗰啲美劇啊、美電影嗰啲啊？碧咸都係用呢啲嘅啫嘛。嗱，樓下仲有個可以焗火雞同埋批嘅焗爐啊，都 OK 嘅。擺嘢切嘢嘅話，仲有個好大型嘅窗可以望翻自己個內園。煮嘢食心曠神怡啊！呢一層最後嘅花園位置啦，呢度一排嘅落地玻璃窗，採光度好高。呢邊向西南嘅，有太陽之餘咧就有風。哇！呢套門好鬼實正啊！質感嘢嚟噶嘛。嗱，呢個花園1624尺，仲有個私人泳池。呢個私人泳池闊度大約6.3米啦，可以做翻個poolside party啊，招呼朋友啊。哇，幾鬼正啊！游下淡水嘅時候望住呢個海景，嗱，呢個海景180至270啦，唔好咁差住我啦。嗱，你赤柱灣啦，前面一望無際個海景都冇人攞嚟遮擋到你啊！得閒無事咧會有啲遊艇啊，同埋喺度嚟山嗰啲風帆啊，好寫意。嗱，呢一層咧介紹完啦，我哋上房間有 lift 搭嘅，梗係搭 lift 啦。上面等。撥開雲霧見青天，蹦嚓嚓蹦嚓嚓。喺去到1樓嘅房間位置啦，呢度咧5房5套，呢一層有3個套房嚟。我身處呢度咧就係偏廳位置啦。細路仔喺度做緊功課啦，男主人喺下邊傾偈，女主人喺呢度談心啊。嗱，呢度咧就第一間套房，3間房間咧都係一致景觀，都係望海景。呢間房啊，俾長輩咧，出邊有個露台可以俾佢吹下風。啱啱第一間係俾囡囡，呢間細少少，俾仔仔啦，對囡囡好啲。我哋上埋去睇翻一個男女主人嘅專屬空間。去到第2樓啦，呢一層咧基本上係男女主人專屬嘅位置嚟嘅。呢度其實都有一間套房，可以做書房嘅。如果多人住喎，咁咪俾家中成員住咯，都冇問題。去到俾錢嗰位啦，雙門嘅氣派啊，梗係有㗎啦。嗱，入到呢個主人房，哇，幾闊！右邊可以擺一張6尺乘6尺嘅3邊落床，呢邊可以做翻個空間咁嘅工作間，仲有個露台，男女主人可以睇住個海景談談心，睇下星 ，romantic。跟住去到呢個浴室位置，浴室位置前邊咧仲會有個衣帽間，男主人女主人嘅衫咧都可以擺得晒噶啦。嗱，嚟到浴室位置啦，雙子門嘅設計啦，嗱，有地暖噶，同埋有暖嘅毛巾架，冬天咧就唔怕凍親啦。咁啊，乾濕分離企缸啦。咁我去到呢度咧就5件頭嘅設計啊，全部都係石材嚟嘅啊，非常之揼本啦。發展商仲有個水晶吊燈浴室寶啦。嗱，呢度咧俾女主人喺度浸浴嘅，
嗱，之前講嗰啲咧唔使落簾，但係呢度真係前面真係望唔到你㗎。如果你浸浴探世界嗰陣時咧，真係唔可以落簾睇住個海景嘅。咁啊，呢層房間就介紹完啦，仲有個天台，睇埋佢嘅壯闊海景。嚟到最後天台位置啊！呢個天台1045尺，都係俾工人姐姐又晾下衫啦。大時大節招呼朋友，可以擺個 BBQ 爐喺度 B 住佢，睇住個海景，燒下嘢食，心曠神怡。嗱，你睇到前面，我哋已經係最前排噶啦，全面已經係草嚟啊，仲有個海景。嗱，呢個真係270度啦，有山景有海景，舒服唔舒服先？嗱，講到交通方面咧，其實呢個屋苑咧會有呢個專櫃嘅專車接送翻到你去到上環碼頭同埋金鐘萬豪酒店嘅。另外自己有車有司機嘅話咧，出門口大約1首歌嘅時間，亦都可以去到赤柱廣場買嘢啊、食嘢啊，其實都好方便噶啦。去到最後個 part 啦。嗱，咁啊，其實睇翻啲石材咧，葡萄牙高級石灰岩嚟嘅，真石嚟嘅。嗱，同埋呢度咧。每間屋咧都有獨立嘅名嘅，呢個名咧應該希臘嗰啲地方名嚟嘅，咁自己 search 下啦。咁我哋入去個工作房、洗衣房同埋工人房。咁啊呢度咧仲會有個雜物房，我俾你擺下單車嗰啲嘢啦。我哋入去地庫啦。喺車庫一出嚟入到單位咧，呢度係地庫啦。咁啊呢度可以擺下啲鞋櫃啊、着鞋啊，仲有嗰啲工作間啦、雜物房啦。洗衣房同埋有個工人房，必須系列27集，今日嚟到南區赤柱睇個 One Steady 臨海嘅獨立洋房，評論下，睇下個海景啊！下次見，關注家電站，睇樓唔使煩。